记不记得那个肇事的 AI 长什么样子？是不是很熟？当时的情况很混乱，我只是想办法要把车子停下来，所以不太记得了。那您觉得 AI 有了自主意识，就会反抗伤害人类这个看法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不是，国家机器人管理法有规定，所有的 AI 都要有阿斯莫夫模块，就是如果没有生命危险，就绝对不能伤害人类。既然这样，那为什么要去拦你们的车？就像我说的 ，AI 是不会攻击人类的，所以我觉得他不是故意的，除非是有特殊的情况，要不然他不会这样做的。可是他……安安，让妈妈休息，你也累了，早点回家睡觉。先把门窗关好。浩轩到了吗？到了。啊。其实你不用特地赶下来，有我在就可以了。没事儿，他爸爸不在，我过来看看他。都是具有高度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，和几十年前打败韩国9段棋手，以实时的人工智能围棋程式阿尔法 Go， 你们有什么不同？尊敬的浩轩，阿尔法 Go 下棋的目的是通过计算风险得到胜利，而我是陪伴您的机器人，您可以根据自身的状况来调整我的棋力段位，让我输给您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阿尔法 Go 不会主动输给人类，而你只要我调整你的状态，你就可以输给我。是的，尊敬的浩轩。你懂什么叫赢吗？赢在《说文解字》卷7当中解释如下：赢有余假利也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赢了会开心吗？尊敬的浩轩，如果我赢了会让你开心，我的程式就会记录下来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会记录下让我开心的事？是的，尊敬的浩轩。你怎么知道我开不开心？我会通过你的呼吸、心率，还有面部表情改变，还有上臂感觉得到的不同程度的激活和抑制，来综合判断。那你呢？你会不会因为什么事情开心？还是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开心？浩轩，这就是机器人发展过程中的两难之处。机器人的冷酷、无情感的思维方式就是它最大的优势。一旦机器人拥有了人类的情感，复制了人类的喜怒哀乐，那它就会陷入和人类一样错综复杂的心理陷阱，也就失去了机器人的效率和精准。可是爸爸不是希望明星科技发展出来的机器人更人性化、更有创意吗？那你想想，如果有一天机器人拥有了自己的主体意识，它会不会想要反过来控制人类呢？你知道我怎么样可以赢249吗？轮到你下棋了。我只要把它关机就可以了。浩轩，你这是赖皮的做法啊！你有没有想过，等人工智能发展一定程度，可能有一天你连他们的动力来源都看不到？听起来，你不是很认同发展智能型机器人啊？我要感谢红眼 AI 这个机器人族群的产生，尤其是居家照顾老人这方面，更是解决了世界少子化的问题。可是让机器人像人一样变得感性，有自己的顿悟能力，有自己的爱恨情仇，甚至有自己的灵魂，我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。你这些和我爸爸讨论过吗？没有。因为他不会听你的，
对不对？大嫂，浩轩今天的话比较多啊。我也意外，他今天能够跟我说这么多话。那他是不是症状好一点了？其实他控制得很好，只是需要多一些的陪伴。陈哥最近一直让他测试249，是不是要249陪着他？我想不是。陈明知道浩轩的专注力跟智商是最高的，我猜陈明的用意是想利用浩轩来训练249的专注力和智商。不过也许真的是浩轩给了他灵感，陈明才有想法制造出陪伴型机器人。毕竟这世界上孤独的人也太多了。欣慰55，这就y 等于1减2乘以 sin x 的平方减 sin x， 因为 x 属于0到2分之派，所以 sin x 属于0到1。夏长安，我讲到哪儿了？站起来。我讲到哪儿了？老师知道，最近你家里有些状况，你如果挂念他们，需要你回去帮忙的话，你可以请假，不要在课堂上干扰其他同学学习。是。坐下。哎，同学们，先等一下啊！我要跟大家宣传一下，这学期密码社的指导老师是我。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过去看看，跟学长学姐交流一下。下课。你干嘛呀？我跟邵江安有事情要聊。聊什么？待会儿听你的呗。科学技术未来发展，你感兴趣吗？小陈，我们走。我问过爸爸，也查过阿凡提，要判断一个个体是真正的人类还是 AI， 有很多个方法。比如拥有人类外表的 AI， 必须在身体的外表某一处装有一个明显的标志，比如一个正方形啊、三角形啊、圆形等等都有可能。像是曾经 R&E 公司合作过的明星科技公司，他们家出产的 AI 统一都是左手手背上有个正方形的开关，但是 R&E 他自己推出上一代的 AI 统一都是右耳的耳垂上有个很像耳环的圆形开关。那开关可以设计成人类的胎记，好鱼目混珠啊。如果创造者不想让他的 AI 被别人识破的话，会把这个外表的开关设定成一个胎记、疤痕等等都有可能。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谢谢。这个用素一下，要不然我去帮你拿素。没事，我擦擦就好了。随缘。开学这几天你去哪了？啊，我去我姥姥家了，因为姥姥生病了，所以就和妈妈去了一点。就一直待在姥姥家，哪里没去？啊，是啊，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嘛，那边交通也不方便，所以就多陪陪她了。那周一开学你们去哪了？不是还在姥姥家吗？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？等会儿随便问。好，可以啊。哎，哇，
又不是故意的。所以好不容易才把衣服弄干净了。算了，没事没事，反正长安也不是故意的，我一会儿整整就好了。万一我就是故意的呢？长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可能是故意的呢？夏长安，你吃到炸药了，你是不是想吵架呀？随玉，你应该没有找人吵过架吧？没有啊，同学之间吵架多伤和气啊。我怀疑你是脾气太好，还是太乐观，或者是根本没有情感。夏长安，你怎么这样说话呀？夏长安，随玉，其实长安平时不是没事挑事的性格，他可能是因为他爸爸妈妈的事，还有那件 AI 的事，弄得他情绪不好。你别跟他置气。没事，你别担心，我觉得他人挺好的，不然你也不会在这里帮他解释吧？你知道就好了。那我先去上游泳课了。你今天请了假，就好好在教室休息。好啊。拜拜。哎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喂！